来是美丽景象，来看这个乌豆鸟仔过冬。今年是准时到台南北门的雪湖来报道，数量是愈来愈多，目前已经将近5000只了。这个日头落山的时阵，一大阵的乌豆鸟仔飞伫个湖面的面顶，相当的壮观，嘛吸引真侪游客来到北门看奇景。伫空中伫飞这鸟仔，因就是来过冬的乌豆鸟，有时飞悬，有时飞近。 日头落山的时，这乌豆鸟飞回来，这个画面互人赞叹。最后规定绣伫湖面的蚵仔架顶面。每年秋冬，这乌豆鸟就为东北亚飞来到台南北门正卡过冬。白天的时候，他们是出去我们整个云林、嘉义、台南的附近的渔温区觅食。每次夕阳西下了之后，他们就会选择来这边做睡觉、做一个栖息的地方。为10月初到今嘛数量愈来愈多，目前已经将近5000只。 一个很好的一个景观，一个很特殊的景观。我们从台中来的。未少鸟友专工来北门，因为空中咧飞的景象嘛变成限定版的美景。欣赏过鸟了，过会使食美心。这呢沙白鱼皮有淡薄仔赤，肉是厚接骨甜，还有2出在地好料理，菜龟炒赤嘴啊，还有西瓜面鱼汤。西瓜面我们吃起来那个味道会有一点甘酸啊呢。虱目也是比较酸性的一种鱼，所以呢，这种搭配起来那种滋味真的是算是很古早味。伫岸边有乌豆鸟的陪伴，会使享受在地料理。去北门赏鸟的同时，视觉味觉拢是满满的幸福感。